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3月9號星期日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一場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好似以往咁，我投注咗呢場馬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。呢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一場嘅5班14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桃花多、6號嘅威威父子、7號嘅進優自在、8號嘅江南勝同埋10號嘅帝豪歡聲。喺今場馬呢，我比較喜歡1號嘅桃花多、7號嘅進優自在同埋10號嘅帝豪歡聲嘅。咁喺呢3匹馬之中呢，咁我就揀一匹呢個檔位比較好啲嘅7號進優自在呢作為馬膽。咁啊呢匹馬呢，佢上一場呢，阿黃寶妮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排一個14檔。咁啊一出閘呢，咁阿黃寶妮呢就扣住隻馬呢，就去到呢個最包尾嗰度。咁啊入到直路呢，都係喺12、13位嘅。由佢入咗直路嘅初段，去到最嬲尾嗰50米，根本呢都冇騎到嘅。一路呢都係前面有一排馬喺度呢，冇空位上。咁啊直至到最嬲尾呢，嗰50米啦。咁啊，稍為望空咗呢，咁呢佢走翻上嚟呢，跑個第5，輸3個馬位。咁啊，嗰場馬呢，我覺得隻馬根本都冇乜跑道。神貨所見呢，匹馬嗰個狀態呢係維持得好好嘅。咁啊，今次由布文跑，咁啊唔使孭咁多死緣，仲排一個咁靚嘅檔位，排一個3檔呢。咁我相信呢，佢會沿途呢守住喺4、5位呢，然之後喺直路嗰度嚟衝嘅。咁啊，呢匹馬雖然係年紀呢係比較大少少，但係呢，你睇翻佢近呢3場嘅1400米呢，都係有一個好嘅演出嘅。咁今場嘅7號進優自在呢，我覺得佢係好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1號嘅桃花多呢，啱啱呢由4班降咗落嚟5班。咁佢最近嗰場呢，田草嘅1200呢，咁啊嗰場馬呢，雖然個名次係比較後啲，跑過第7，咁但係輸俾頭馬呢2個幾馬位嘅啫喎。咁喺神貨所見呢，我見到匹馬呢嗰個狀態呢，亦都比起佢上一場喺4班跑1200嗰陣時呢，仲更加好咗好多添。你睇翻呢隻馬呢，佢喺5班跑咗7次呢個路程。咁啊有2次呢喺告東尼馬房嘅，當時就跑唔到入3甲。咁啊轉咗嚟鄭俊偉呢，喺5班跑1400嘅路程呢，係跑咗5次，一個第1、3個第2、1個第3。咁啊佢喺鄭俊偉馬房呢，喺5班跑1400呢，嗰個入圍率呢係100%嘅。咁今場馬呢，雖然負磅係重啲，負134磅，排個檔位亦都唔係好，但係呢，我覺得呢隻馬呢，喺5班跑1400呢，佢都係一匹呢好有機會爭勝嘅馬嚟嘅。10號嘅帝豪福星呢，轉咗入尤達榮馬房之後呢，出賽過4次呢都係跑呢個路程，一個第1、一個第2、一個第3、一個第5，咁啊演出呢非常之好。咁佢就算呢，佢落敗呢嗰幾場馬呢，都係喺一個馬位附近嘅啫。咁呢匹馬呢，有一度好，佢擺咗喺前邊走呢，佢末段呢仍然呢都係有啲韌力喺度嘅。咁今場馬呢，仍然由翻阿巴度跑，排一個10檔，負磅又唔重123磅呢。咁我覺得佢今場馬呢，仍然有一定嘅機會嘅。6號嘅威威父子呢，咁啊最近1月26號田泰安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就排一個12檔。咁啊沿途呢都喺尾碟嗰度嚟跟啊，咁啊轉入直路呢，就抄出大外檔嗰度嚟追呢。咁啊翻嚟呢，跑個第4，輸2個幾馬位。咁啊都見到匹馬呢嗰個末段呢，都有唔錯嘅走勢，比起之前呢係有進步到嘅。
咁啊喺神課所見呢，亦都覺得呢隻馬呢嗰個狀態比起之前呢係有所進步嘅。咁今次呢，仍然由翻田泰安跑，可惜呢排個檔位仍然好差，排一個12檔。咁我覺得佢今場馬呢有機會呢走入連贏配腳或者3、4重彩嘅第3、第4位。8號嘅江南勝呢，今季嘅演出呢係非常之差嘅。咁稍為好啲呢，就係最近田泰安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跑過第8，咁輸俾頭馬4個馬位呢，已經係近咗啲㗎啦。咁但係呢，你睇翻呢隻馬呢，佢由4班降咗落嚟5班呢，跑咗4次呢個路程呢。咁4場馬呢，嗰個排位呢，都係差嘅，都係排得好外下嘅。咁今次唔同，排一個2檔。睇翻佢上季呢，佢都曾經贏過呢個路程啦。咁今場嘅冇乜馬揀之後呢，我覺得揀翻呢隻8號嘅江南勝呢，希望佢可以走到入嚟嘅4重彩嘅第4位啊！第一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7拖160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7拖1680。第一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一名嘅馬膽1號7號，第二名嘅馬膽1號7號10號，第三名嘅馬膽1號6號7號10號，第四名嘅馬膽1號5號6號7號8號10號12號13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40注，咁我呢就2蚊一注投注，總投注額呢係80蚊。咁我喺第4名嗰個位置嗰度呢，係加多幾匹落去嘅。每一次嘅賽事呢，我都會有另外4場嘅連贏過關提供俾揸 fit 輪馬群組嘅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輪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